入住村屋比喺住市區，其實更多嘢你需要留意。交通配套、寬頻覆蓋，更重要嘅係你住嘅村屋究竟個化糞池喺邊度呢？今次就等我哋教大家揾翻你屋企嘅化糞池。最簡單嘅方法係你落翻你村屋嘅地下，圍住佢周圍行，咁你會見到地下會有3個渠蓋，佢哋分別係頭井、二井、尾井。但係如果因為渠蓋日久失修，或者其他嘅原因令到你唔能夠清楚去辨認到出嚟，咁就睇下你住嗰棟村屋嘅排污喉喺邊度啦。因為化糞池嘅興建係會喺排污喉嘅附近嘅。好啦，知道個池喺邊啦，但係你去揾師傅嚟清化糞池之前，你仲要知道個池嘅大細同埋拉喉嘅距離。點樣先知道大細呢？可以揾翻業主或者樓上樓下鄰居去問，或者直接揾我哋去清化糞池啊。通常我哋會揸一架9噸容量嘅吸糞車嚟嘅，咁師傅就會知道你究竟個池夠唔夠吸，定係需要更加大嘅車先能夠吸到啦。而拉喉嘅距離係會影響到吸糞嘅收費嘅。一個成年人大概步距係2尺，所以你可以試下由渠蓋行到去可以泊車嘅位置，行到幾多步，咪就係大概嘅距離咯。打呢個電話揾我哋做服務啦。